國小，應該是幼稚園大班的時節，就來到嚟桃園、台北，就北漂了。古時候呢，就冇一個環境學客家話。不過因為我愛同阿公阿婆打嘴鼓啊，我親口同佢分享我提生活還有學校發生嘅事情。古時候我就經學客家話，就係為了愛將客家話還有我平常生用客家話將我平常時嘅生活同佢哋分享。哦，古時候很多桃園呢，還不是會打電話。錯。有時有閒就會打電話同佢哋打嘴鼓。哦，阿妹會接送多轉去哈，多轉慢慢。因為太遠嘞，古時候總唔得接送會轉去。古時候佢哋有時間會來到台北。哦，咁係咪有草芽茶？會慢慢。我提有存錢以後，就係大學嘅時節，因為有去打工。古時候我就是做得買電路炒菜誒，提不用料，不用從家嘅時節，去家當草芽茶，然後再去慢慢。因為易容姐應該可能知道，說我們回屏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會從一個應該是國光客運。然後喺草芽茶嘅幾腦草芽茶呢？真是。喺二十條多轉。我吃到清華時間，因為就會弄太團結哋相處嘅時間。古時候我就會提半午嘅暗晡頭，就坐一個2點半嘅夜茶，半夜2點半的夜車。然後都係路途好節省嘅。節省差不多6點半7點，我就做得坐第一班，第一班嘅屏東客運轉到萬滿。然後我一到萬巒，然後就提定一個卡包，我都唔會同家婆先講。哦，唔會先打電話講，我會多轉移。唔會，我就給他們驚喜，所以我就在門口大聲的說：“婆婆，我到家了，我歸了喲。”然後他就會非常的驚嚇，他通常第一句話都會說：“啊，沒有喲，他信你。”他就這樣說。哦，我提示不以來 surprise 啊！超。